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一個非常好用嘅應用程式 AJGo。呢個應用程式可以幫你輕鬆查詢預約時間，讓生活變得更方便。首先，我哋要做嘅就係前往手機嘅應用程式商店。如果你係蘋果手機用戶，就去應用程式商店；如果係用安卓手機，就到 Play 商店。華為嘅用戶可到華為應用程式市場。跟住搜尋 AJGo，揾到呢個應用程式後，就可以下載啦。安裝完成後，打開應用程式，進入應用程式後，登入你嘅帳號。你可以用用戶名稱同密碼、Face ID、醫健通或者智方便登入。登入後，你會睇到自己嘅名字，咁就表示你已經進入咗自己嘅專屬空間。然後按下預約按鈕，就可以看到自己嘅預約項目時間同地點。咁簡單嘅步驟，讓你隨時隨地掌握預約資訊，真係非常方便。快啲嚟試下 AJGo啦！